大家好，我係3A 班的龍錦河。今天我哋介紹的是一諾千金的成語故事。從前有個楚國人叫做季布，係西楚漢初嘅名將。佢為人正直，樂於助人，特別係非常講求信用。只要係佢答應過嘅，無論有幾困難，佢都一定會絞盡腦汁去做好佢嘅，所以呢，係當時名聲非常好。季布曾經呢，係鼎御嘅部將，佢好識打仗，幾次把劉邦打敗，搞到劉邦好狼狽。後來劉邦奪取天下，當上咗皇帝，每諗起拜喺季布嘅手下，就超級生氣。於是劉邦下令懸賞千金，要捉拿季布。咁私自藏格的人就要受到誅滅九族的處罰。當時季布躲藏在濮陽一個姓周的人家，周家得到了這個消息，便把季布的頭髮剃掉，用鐵鏈束住佢嘅頸，穿上粗布衣服，把他放在運貨的大車裏，將他和周家的幾十個奴僕一同賣給驢地的朱家。朱家明知道是季布，但很欣賞季布的俠義行為，盡力將季布保護好。不僅如此，仲專程到洛陽去揾劉邦嘅朋友夏侯嬰，請佢解救季布。夏侯嬰曾為劉邦建立咗漢王朝，立下汗馬功勞。他很同情季布的不幸處境，在劉邦面前為季布說情，終於使劉邦赦免了季布，還封他為郎中。當時楚國有一個叫曹休的人，擅長辭令，能言善辯，加上慣於以權謀私，廣積錢財，又巴結皇帝寵信的太監趙佗皇后的哥哥賣長君，是個焰手可熱的人物。季布聽講呢啲事，就寫咗封信勸賣長君說：我聽講曹休不是個德高望重的人，你千萬不要跟他來往。等到曹休回鄉，聽講季布又做了大官，就想要結交他，於是他就請賣長君寫封信介紹他去見季布。賣長君說：季將軍不喜歡你，你就不要去了。曹休堅決請求賣長君寫信，賣長君無法推辭，只好幫他寫了封信。曹休得到信後，便起程去見季布。曹休先派人把賣長君的介紹送給季布。季布收到信，果然大怒，等待着曹休的到來。曹休到了，就對季布個子說道：楚地人有一句俗語說，得到黃金百兩，比不上得到季布的一句諾言。你怎麼能在梁楚一帶獲得這樣的聲譽呢？再說我也是楚地人，你也是楚地人，我能夠把這句話到處宣揚，
你的名字就會讓天下人都知道。難道我對你的作用還不重要嗎？你為什麼還要這麼堅決的拒絕我呢？衛部一聽非常高興，請曹休回到府裏，留下他住了幾個月，把他視為最尊貴的客人。臨走的時候，還送給他豐厚的禮物。後來在曹休的大力宣傳下，國奧的名聲更是遠近聞名了。